懸空飛星嘅城門係喺9宮格向方嘅左右兩旁。將左右兩旁嘅運星放喺中宮度飛，順飛冇城門，逆飛有城門。呢個係河圖生成數。城門宮位有當運星飛臨，代表呢個宮位有城門啦。係正城門定係負城門，就要睇河圖生成數，就係16共中、27同道、38為朋、49為友。城門嘅位置係要有氣口，配合巒頭理氣，最好見到靚水池塘、馬路等等。城門喺宮位1/3嘅位置，配合要精準。巒頭理氣越靚，進財嘅力度就越大。呢個係九運坐丙向寅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1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城門。1號向左係順飛，順飛係冇城門嘅，所以左邊係冇城門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3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城門。3號向左係順飛嘅，順飛係冇城門，所以右邊係冇城門。呢個係九運坐午向子。而家我將左邊宮位嘅運星1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城門。1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城門啦。飛咗1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乾祿宮，因為乾祿宮嘅元旦星6號同向宮嘅元旦星1號合成河圖生成數16共中，所以係正城門。向中城門係喺乾嘅位置。而家我將右邊宮位嘅運星3號放喺中宮度檢查，睇下有冇城門。3號向中係逆飛嘅，逆飛就有城門啦。飛咗3格，而家睇到當運星9號係飛咗去艮八宮，因為艮八宮嘅元旦星8號同向宮嘅元旦星1號不能合成河圖生成數16共中，所以係負城門。向中城門係喺艮嘅位置。呢個係九運坐丁向貴。坐丁向貴同坐午向子，佢哋嘅飛星號碼係相同嘅，只不過坐午向子係向中，而坐丁向貴係向右。向右左城門係喺亥嘅位置，右城門喺寅嘅位置。呢個係羅庚方向道。呢個係3元九運可用城門。今集講完啦，請繼續收睇城門訣嘅下一集。好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